影片係我哋漫步大埔墟嘅悠閒體驗，同大家一齊探索大埔街坊嘅口袋美食。呢度係大埔墟廣福道，第一間要推薦嘅係梁記壽司，呢間係大埔性價比最高嘅日本餐廳。旁邊呢間叫做 Route 83，係食漢堡薄餅沙律呢啲。第三間係容基滷水，呢間係創新滷水鵝專門店，啱晒想試傳統美食嘅後生仔。跟住行前少少轉入同秀坊，同秀坊六鄉里呢個小小範圍，有好多民生小店，價錢好便宜。大家入到大埔一定要嚟呢度行返轉。呢間偉成麵包餅店屬於街坊小店，佢哋主要賣傳統港式麵包西餅，即係菠蘿包、雞尾包、蛋撻咁啊！仲有好多新穎嘅產品，例如奶蓋雪卷、松露熱狗等等。佢哋嘅貝果有3種口味，我哋買咗藍莓芝士貝果。跟住一路行轉出寶湖道，Coffee 坐滿人，更遇見熟悉前區議員飲緊咖啡，證明係人氣店，下次再嚟。行到斑馬線，我哋照原路返轉頭去廣福道。過對面馬路就係廣福里、大明里嘅範圍。呢間紅車厘麵包西餅，除咗港式麵包曲奇外，仲賣節日食品。端午節就到，而家賣總價錢不貴，受街坊歡迎。最旺嘅地方，有各式各樣鋪頭，係行街購物、買餸食嘢嘅好去處。呢間金利果菜公司，生果種類多。豆腐花長期排龍，只有外賣要企住喺路邊食。豆腐花滑溜豆味香，11蚊一碗係好多人嘅。深水大埔美食店，真理滷水店係賣文昌雞、滷
水鵝等等，係性價比高嘅街坊小店。過對面馬路係大埔墟街市熟食中心，好多人專程嚟買餸食嘢。推介林記點心嘅排骨飯，連發哥都讚好。另一間要推介係世記上海麵，發哥都係熟客，炸豬扒肉質鬆化有肉汁。跟住沿鄉事會街一直行，行到尾右轉係寶鄉街。呢間係櫻桃麵包西餅，佢哋性價比高，麵包價錢實惠，10蚊買到3個麵包，例如紫薯包，真材實料。今次見到4蚊一個酸種包，大個好少有，我買咗2個。買完麵包繼續今日嘅行程，我哋行去前面個燈位，過對面街。過到對面馬路，轉左行幾間鋪位，就係恒發糕點。恒發係自設工場，賣中式高級包，例如缽仔糕、鬆糕，同埋過節酬神嘅包點。跟住掉頭轉入華爾街。連鎖式西餐廳，扒類焗飯、意粉、海鮮全部都有得食。繼續行去格倫南盛街，田家雲南米線有小鍋米線、過橋米線唔用味精，湯底可自選辣嘅程度。仲有好多小菜及小食俾你揀。我哋再行前幾個鋪位，就到咗今日最後一間介紹嘅店家。有齊湯可湯蒙都蒙，而且係越南廚師處理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大埔街坊美食，離開大埔不妨試下。多謝收看及支持。如果你有其他美食推介，歡迎留言。謝謝，下次見。